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当阮拄着试炼艰苦的时，你正做阮的帮衬。互阮知你甲阮三甲之地，赏赐阮快乐，互阮会当赢过这试炼挑战。当阮平安顺利的时，阮心中充满感谢，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主上帝。是阮的主啊，阮当用欢喜得调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透过礼拜来甲你相亲近，也透过礼拜来详细听你的话。恳求主，你帮助阮，这个时刻会当安静阮的心，互阮用敬虔、无下属的信心来赢取你的恩典甲祝福。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众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教阮三甲之地，互无论献诗，无论抒琴，无论书会，也是传讲信息，迄在是伫外面交代的中集当中，求主你拢保守。坚固阮手所做的工，透过阮手所做的工，帮助众兄弟姊妹来礼拜。透过这个敬虔的礼拜，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教会属灵的领袖。全一个当工，会当清楚知影你的意向甲计划，照你的意向去推动教会事工，互更较侪人得到福气，也互阮领受祝福。是阮的主，我们将教会所有肢体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互你的恩典临在伫阮的中间，互阮伫教会的团契生活、小组的生活，会当互相扶持、彼此关心。阮也将上林教会所设立的机构，就是幼儿园、爱乡中心、甲社会福利事业慈善基金会，这机构拢会当彻底执行你的计划，互万民因为安尼来领受对你遐来的疼。恳求主看顾这个，阮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伫三芝甲新庄所设立的两个分堂，保守看顾分堂中间的兄弟姊妹，阮也特别要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看顾，互你所赏赐真实的和平、公义甲仁爱，会当临在伫阮的国度。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万民啊，恁拢着拍扑啊，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上主至高的上帝应该受敬畏，伊是大君王，统治全地。咱三甲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咱同心来祈祷。至善各人民人的天父，阮的心静静听候你。阮的拯救是对你来，只有你是保护阮的石盘，你是阮的堡垒，阮拢无动摇。阮伫你面前，生日各个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时常犯过失，得罪你，也得罪阮的兄弟姊妹。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你藉着正先知有先传讲所应允的福音，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死甲国活实现了。愿接受这个福音，罪得到洗清，性命脱离罪权势的捆绑，得到讨放。过去的一切真做过去，今仔日阮伫基督内面，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通过圣经的启示，也通过历代信徒以及阮本身的经验，互阮更较相信你的可靠甲信息。虽然过去的罪过、歹习惯甲伤害，有时阵会走出来扰乱阮的心智，互阮三不五时会怀疑你对阮的疼甲拯救，是毋是也有伫继续？是毋是你已经越头无要看阮咯？恳求你的圣神伫阮身上做工引带，日日更新阮的心神，互阮以忠心的行动来活出福音的见证。无论所做的事是大是小，无论所付出的是毋是有互人看见，帮助阮忠心服侍，因为你伫我目中看见一切。听阮的主，阮的祈祷无够额，但我们用你所教示你的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
咱来交托启文，是伫启文圣诗后面启文第17篇，也就是诗篇第84篇。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受，徛起伫你的厝的，迄户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因哪行溃力哪加天。万军的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待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伊袂歹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即马男声合唱团要用诗歌来引带咱的敬拜。因所要念的诗是荣光伊圣名，荣光伊圣名。Oh
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圣经的经节是出自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台语圣经是362页，中文圣经257页。我要用台语圣经来读。安尼，人就看阮做基督的仆人，是上帝奥秘的管家。对管家的要求是着对主人忠实。我受恁也是别人批评、评断，拢看做小事。连我嘛无评断家己，我感觉家己的良心清白。不过，毋是安尼就证明我无罪，审判我的是主。所以时机还未到，恁毋通批判人。等到主来临，迄时伊会用光照黑暗中的秘密。甲隐藏伫人心内的动机暴露出来，迄时，逐个人会对上帝得到称赞。今仔日蔡正道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批评论断第1讲，批评论断第1讲，请人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搁一遍同心来到圣殿敬拜。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咱拢会拄到的问题，迄就是批评论断。有时阵咱会互人批评论断，也有时阵咱无细腻也去人批评论断。所以这是有甲大家有关系。关系批评论断，牧师会分做3部分来分享，就是咱会分做3周来分享。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讲，当别人对咱批评、对咱论断的时阵，咱爱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然后后一遍，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来讲，为什么咱毋通对别人批评论断？第3讲牧师会甲大家分享讲，咱虽然袂当对别人论断但是咱来做正确的判断嘛所以判断甲论断到底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分做这3项来甲大家分享咱今日要来看第1项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这个时刻，我们用恭敬的心，要注心来听你的话，求你透过罗卜的嘴，传讲你的信息，互兄弟姊妹通过安尼来得到利益。愿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安静阮的心，用心来领受。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最近离这个咱台湾总统的选举咱来哪近明年1月份就要选总统，所以就有真侪无同款的候选人咱台湾的选举我相信应该是全世界拢差不多啦那拄着选举就拄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讲。一般来讲咱若要选举，咱就是用政见去吸引人。咱听这个人候选人的政见，伊到底是要安怎做，咱的国家会当较进步，咱会当有正确的选择嘛。但是，咱真少去听到候选人的政见，却常常去听到真侪批评攻击的方式去打击对方。虽然候选人若出问题，当然咱爱真用心去来检验，但是咱来想看卖，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的选举，拢无咧讲政见，
无咧讲伊对国家的远景、对国家的期待，也是讲对处理国家事务的方法、的政策，咱拢毋知，安尼实在是真可惜的代志。其实毋是无政见啊，我相信所有的这候选人拢有真好的政见，但是拢去互真侪这批评甲论断砍掉的。媒体无爱报政见政见无啥物吸引咱嘛但是若有人有空芳会当去用攻击我大家真爱报所以批评论断就充满伫咱诶四周围。若讲来咱的生活其实批评论断甲咱有真大的关系，就是咱嘛会拄着相款的困扰。有时阵，咱会常常向误解、向批评、向论断，甚至向攻击。这是咱日常生活中间会拄着的。所以咱爱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就是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之一。其中咱拄则所读的第4章，伫第30中间，保罗安尼讲，伊讲：我比恁就是任何人名断，拢认为是一件小事。保罗伫遮咱就咱看出保罗伊知影哥林多教会有一寡信徒，有一寡兄弟姊妹，你来批评，你来论断，咱会感觉真奇怪。今仔徛伫咱的立场来看，亲像保罗这款圣徒，对福音事工遐尼用心，对信徒充满了疼心，对教会事工遐尼尽心，到底为什么佫去会向批评论断？哥林多教会信徒到底是咧论断保罗啥物？保罗到底有啥物款的空芳，互因会当攻击？如果咱若对这个哥林多前后书详细起来查考，对头到尾来看一遍，咱就应该当知影讲，可能有几种原因啦。第一种原因这是保罗普遍受到人质疑甲攻击的一点，就是真侪人认为保罗无使徒的身份啦，伊无使徒的身份为什么？咱若看《使徒行传》的第1章有一个记载，就是迄个时阵犹大毋是去吊死嘛死了后，爱有一个人来取代犹大做使徒。所以因就要对正耶稣基督的这学生中间去选使徒，但是有一寡前提甲条件就是讲要做使徒的人伊要对头，就是讲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了后，一直到耶稣上天以后，这段时间拢跟对耶稣的，就是伊捌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捌看过耶稣基督行神力的一群人中间，才有资格通称作使徒。若咱来比较保罗咧，保罗早期根本都毋捌耶稣嘛，伊嘛毋捌跟对过耶稣，甚至伊甚至开始就是伊是咧迫害教会，所以保罗的使徒身份毋是来自甲一般人认为的条件相同，所以真侪人攻击保罗毋是使徒。所以如果你来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的第1节到第2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若别人讲我毋是使徒我阁会当忍受，会当理解。但是如果恁就是哥林多教会信徒，恁若讲我是毋是使徒这绝对毋对，因为恁就是我结的果子嘛。因为哥林多教会信徒是保罗栽培出来，是保罗去传福音，因才信主的嘛。所以保罗讲，
恁就是我证明我是使徒身份的一个上界重要的记号嘛。我使徒的身份，毋是来自人的呼召，是来自耶稣基督，佮我耶稣基督亲自的竞选。这是保罗伊有可能受人批评的第一项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咱知影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分裂的教会。如果咱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咱就知影因分出几个党嘛。有人较我彼得，有人较我阿波罗，有人较我保罗，无人讲我是我基督的。大家分党分派，所以有可能保罗互摕来甲别人比较。譬如讲伊甲阿波罗比较，阿波罗可能口才更较好，更好讲道。保罗是安那？伊向批评讲伊言语粗俗啦，讲话歹声扫，佮爱人骂人，见着面佮真软弱，讲话真粗俗，所以伊可能因为安尼去互批评，嘛有可能有一寡人找袂到通批评保罗的，所以就批评伊的外貌。讲保罗写作真歹看，真歹。你若看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10节，讲保罗讲有人讲我言语粗俗，佮安那气貌不扬写作无好看啦。保罗到底写作啥物款咱也无看过相片咱嘛毋知影但是有人早期有一寡文献有记载保罗写作啥款比保罗写作遐看起来是无啥好看啦讲人矮细这个是我头壳无头毛所以若看保罗的相拢是秃头然后讲伊安那讲伊两个这白白连做伙白白连做伙这个鹰钩鼻啦鹰钩鼻台湾话我袂晓讲讲突然看到亲像人，但是佮突然看到佮亲像天使，就是无亲像人啊所以就毋知伊先做看啥物款但是听起来是无啥缘投啦因为伊可能无亲像巴拿巴遐尼官大，佮英俊所以咱会看咧，使徒行传有一个因伊美一个城大家将迄个巴拿巴甲保罗看作是神啦伊将巴拿巴看作是迄个上悬的神，宙斯宙斯看保罗是边咧来传讯息的所以咱就知影讲保罗应该是无生做真好看所以有人批评伊批评无法度批评，就批评伊写了歹这拢是真做信徒批评伊的理由所以对这段经文中间对咱的查考中间，咱就知影讲保罗确实是受到真济的论断甲批评但是保罗通过今仔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伊甲咱讲几件代志，就是安怎去面对别人对咱的批评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去反应这就是咱要来学习的因为无一个人是爱向批评的对无咱拢无爱别人咱批评嘛无一件代志比受人批评较艰苦的咱拢知影，咱若有这款经验的拢知影咱别人来批评无论敢是事实啦，你心中拢袂快活啦因为总是感觉讲有别人对你的看法无好嘛但是偏偏每一个你若要做代志，要做领袖的还是讲要做领导者的，拢会去互批评大家毋通掠做讲完全人，你若做一个好人就无人来批评，无人来论断，毋是安尼。
咱看保罗即款圣道都有人批评啊，对无？啊，旧约，咱来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以色列历史中间上较伟大的人物摩西，伊嘛受到批评，对无？吼，毋敢若百姓批评伊，连伊的大兄阿伦，连伊的大姐米利暗，拢诽谤伊、批评伊、质疑伊的权威。圣经中间，旧约圣经中间的约瑟，迄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人啊！伊嘛受人陷害、受人攻击。按那新约咱来看，主耶稣嘛受人批评，对无？哦，主耶稣受人批评，佫愈济哦。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当时的宗教领袖，批评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哦，因为伊看伊学生无要禁食，就讲因是贪食好酒的人。有人讲伊是安那被鬼所附，吼，用鬼王来赶鬼。啊，伊学生嘛讲拿撒勒无出啥物好物。甚至伊的本地甲本家的人嘛无欢迎伊，所以亲像耶稣遮尔完美的人，伊嘛是爱忍受别人对伊的批评甲论断。所以吼，咱毋通想讲，咱一生拢袂去用批评啊。批评论断是时常发生的代志，所以安怎去面对即个批评吼，是咱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课题。啊，所以咱要对保罗所写的这个批示吼，来学习3项面对这个批评的态度。但是伫这个进程吼，咱先来看，咱面对人批评甲论断的时阵吼，错误的方法吼。有一个牧师叫做查尔斯·史丹利吼，伊捌讲吼，面对批评吼，有6种错误的方法吼。第一种，就是生气、愤怒，哦，有的人吼面对人的批评，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我明明都毋是安尼，啊你佫黑白讲，吼，实在互我真生气，哦，啊即款人较安尼吼，我实在是无法度理解啊，一直要讲我的毋对，吼，但是你要理解吼，生气不但袂当解决问题，反倒当吼，互家己受伤害。哦，所以这毋是好的方法。啊，第2项，有的人啊未听人讲了吼，就开始辩护。吼，有的人真爱辩啦吼，别人话啊未讲完，就开始自我辩护。吼，别人讲一句，伊讲3句。吼，结果人对你的批评，你根本毋知影啥物话，拢无清楚，听袂入任何批评。吼，啊有更较恐怖的小拍鸡啊，吼，爱当攻击别人，好，要讲大家做伙来讲，吼，你讲我无好，好，你讲我3点无好，我来找5点你无好的所在，吼，安尼，互双方吼，迄个关系哪来哪无好，吼，啊，佫有一种吼，嘛毋是真好的方法，就是安那，莫插伊啊，吼，有人选择拢无讲，啊，拢无要插伊。安尼嘛毋是真好，因为吼，这有可能因为你即款的态度吼，造成2种影响。第一种就是互问题哪来哪扩大，啊，另外一种吼，即款的态度吼，会互对方感觉讲吼，你无重视，你轻视伊啦，所以你讲啥吼，你拢无要插伊，吼，你讲的话对我无价值，吼，对方感觉安尼，吼，讲，吼，我讲的话你感觉无价值。啊，所以啊啦，对方会继续攻击你，吼，啊，所以这嘛毋是真好的方法。啊，第5种就是烦恼，吼，烦恼家己的名誉受损，家己的工作，家己的人品会受影响，吼，啊，这咱应该拢会安尼啦，吼。但是烦恼无法度解决问题嘛，吼。啊，最后一种吼，就是安那，藏伫心内啊。虽然非常无欢喜，嘛毋知影安怎处理，吼，啊，这是咱讲的气死人无伤啦，吼，藏伫心内安尼，无法度解决。啊，咱
所以伊讲吼，有即6种无好的方法。啊，为什么会产生即款的方法？产生即款的反应，就是第一项就是有的人是欠缺自信，有的人有的囡仔，你自细汉以来批评伊拢无伫恶劣的环境中间长大即款囡仔伊会产生一种抵抗力就是讲一旦去用批评，伊就想要用攻击对方的方式来保护家己，伊起一座墙，想要保护家己，所以伊就学着用反击的方法来做防守，所以这是欠缺自信，还有一种就是欠缺自信了无安全感，知影讲我可能啥物事拢做袂好，我无论做我尽力，人也是批评我，所以伊嘛毋知影处理，所以伊就活伫迄个无安全感中间，毋敢做代志。第三种就是安那追求完美，这是另外一种极端，追求完美是种捆绑，因为伊将迄标准定伫上悬嘛，家己根本都无法度达到，嘛无用阮家己有一点缺点，有一点瑕疵，这种人伊无法度接受别人的批评啊，因为别人一旦批评，就表示家己无完美嘛，伊会足艰苦的，就拄则讲过，你搁较完美，完美甲亲像主耶稣安尼，嘛是有人会批评你，所以一个人，咱人无可能无瑕疵啦，毋通追求迄个爱完全完美，你无可能，互每一项拢满意啦，咱来理解，第四项，自大骄傲，有一寡人我家己真骄傲，感觉家己真厉害，所以无法度接受任何批评，认为家己别人无资格来批评你，这有一寡人会有一款的态度，所以这是产生拄则迄6种反应、错误反应的原因。后面牧师就要大家讲，好安尼，既然这拢无好，安尼咱到底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面对批评？伫保罗伊所写的这段经文中间，互咱有3项提醒，这3项提醒来自3种评，咱来知影，伫咱的生命中间有3种评断。保罗安尼讲，伊讲我比恁，迄是任何人评断，拢认为是一件小事。我家己并无评断家己，我感觉家己良心清白，但袂当因为安尼证明我无罪。独主才是心大我的。这段经文大家毋知有注意到无？保罗有讲到3种批评论断的来源。第一种，就是别人对咱的批评，别人对咱的看法。第二种，是家己对家己的反省，家己对家己的批判。第三种，就是来自上帝，面对上帝的批判。所以咱人拢会面对这3种批判。所以产生咱下面所要讲的3种方法、3种态度。第一种，就是面对别人的批判的时阵，咱爱做的态度就是，咱爱详细去听，详细去听，静心去听对方批评的内容。有一寡人一旦批评伊就家己别人咧批评伊，啥物伊拢毋知，伊就开始生气，就辩解，甚至攻击对方，这拢毋对。咱看保罗安尼讲，我比恁就是任何人论断，拢认为是一件小事。对这段经文中间，咱知影，保罗伊真清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人批评伊，伊嘛知影因批评的内容，所以可见保罗有详细去了解别人对伊的批评是啥物。
所以咱面对批评的第一个态度，就是咱爱用心详细去听。安尼做有两个好处，安尼做不但会当了解对方批评的内容，而且呢，会当互对方知影你重视伊的看法，而且愿意认真听伊的批评，吼。所以无论安怎，你会将伊的批评来听了，真实去了解。无清楚，你会当来问讲敢是安尼，吼。因为咱每一项拢必须要面对来自别人的批评，所以爱用谦卑的心去听。虽然有时阵别人的批评吼，无一定是对啦，有可能是错误，有可能是误解，但是吼，有时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咱拢对咱家己的立场眼光咧看咱家己的代志嘛，有时小可会说，别人对咱的批评，咱拄好会当对别人的眼光去看咱家己所看袂到的所在，所以详细去听是真重要的代志。我知影伫我开始出来牧会了后阮牧师娘拢会做一件代志，就是我大概若讲到了吼，拢会甲我讲到批评，我因为先生伊咧读册时上惊，咧毕业讲到时上惊人讲到批评啦但是无想到我娶一个某大概我讲到了拢我讲到批评有时我听了嘛是真无爽快我真用心咧准备啊。你搁安尼让我批评但是阮牧师娘讲一句话，伊讲信徒拢尊重牧师，你讲了无好，讲了毋对人歹势来讲，放伫心内。我会对你讲老实话尔所以我的话你着爱听听某喙大富贵所以你若第一顿礼拜结束了，看牧师娘咧老讲悄悄话迄毋是咧讲悄悄话，迄是咧讲到批评讲你拄则倒位讲了无好爱小可改善者倒一个用词用了无好，爱改变一下阮若无详细听就拢无法度改变所以若详细去看你若做第一顿、甲第二顿、甲第三顿，你会感觉我第三顿讲了上好，因为经过讲到批评所以面对别人对你的批评，第一项就是你要用心去听，详细去听，了解对方咧批评啥，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项，你用心听了，知影对方咧批评啥了。你要做一个内在反省就是对伫家己，保罗咧讲对伫家己的评断虽然保罗讲我家己并无评断家己这等下我会讲伊为虾米讲一句但是伊后壁伊讲啦，伊讲我感觉家己良心清白就表示讲伊有去反省嘛，伊听别人对伊的批评了。又去反省了，感觉讲，对方讲的无完全正确，我家己感觉我良心清白啦。但是伊唔敢因为安尼就讲家己无做嘛，因为伊感觉知影家己的判断有可能有限。所以咱对遮咱会通了解讲，伊去听了别人对伊的批评、论断了，伊有彻底去反省，有做自我的判断。面对别人的批评咱就要有大的腹肠去面对也就是讲，咱要用谦卑的态度去看待。当咱听别人的批评了，咱应该要问家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批评敢有根据，敢是真的？我敢是真正那像伊所讲的安尼？你要去反省第二项，你若反省了讲这个人批评安尼不一定正确那伊批评的正确，咱就改变嘛。若不一定正确你嘛要想第二个问题，
讲上帝敢毋是要透过伊对我的批评这件代志来对我讲啥物话？通过即款的批评，我敢会当学习到啥物话？安尼即个反省，即个判断，就对你有利益。咱检测会当透过别人的看法来帮助咱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较重要的是第三项，就是咱每一个人拢爱来自上帝的审判，咱爱面对上帝的审判。不如安尼讲，独主才是审判我的。讲别人的审判是小事啦。我家己判断，我家己嘛无一定正确，袂当证明我有罪，我无罪。独主才是审判我的，所以时机还未到的时阵，咱毋通评断任何人。听候主过来的时阵，才有最后的审判。因为主是看咱内心的主，到迄个时阵，就当头对面，所有拢清楚啊。应该受处罚的，主会公平的审判；应该受恶落的，主嘛会恶落咱。所以，咱理解保罗虽然认为家己无毋对，但是伊明白，不管是别人还是家己的批评，拢有限制。真正会当审判的只有上帝。所以伊讲，独主才是审判我的，因为上帝真实知影每一个人心中的想法，伊知影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包括伫黑暗中别人拢毋知，一切代志伊拢知。伊甚至明白咱所做的代志一切的动机。所以圣经咱讲，人一切所行，伫家己眼中看做纯洁，独耶和华是形容人的内心。上帝是审判咱内心的上帝。所以保罗讲，别人批评伊，这小可代志尔。伊知影大代志是啥？是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才是最真实的。所以咱应该爱对上帝有一种敬畏的心嘛。虽然别人的批评是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无法度控制，但是咱对咱开始爱做一个无批评别人的人，因为审判是啥物人的代志？是上帝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咱会当做判断，但是咱毋通做审判的代志。咱爱做的就是警醒、遵行上帝的命令，活出疼上帝、疼人的生活。特别，咱若有疼人灵魂的心，咱就用祈祷来代替批评。所以后一遍，牧师佮针对毋通论断批评这件代志，甲大家继续来分享。今日咱学习到3点。当别人对咱批评的时阵，咱爱安怎？第一项爱详细听；第二项爱安怎？自我反省；第三项，咱爱明白，只有上帝是最后的审判。咱一定爱面对这个审判。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调节阮的心态。求主帮助阮，当阮如果若听见别人对阮的批评的时，阮会当详细听，用心来想，明白主你是阮唯一的审判。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吟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听堂。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听堂，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即马请执事来收奉献。请大家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主啊，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遐来，愿将其中的一部分奉献，分别做圣来奉献予你，做圣工的路用。求你赏赐智慧和管理钱财的同工，也祝福属伫你的事工，互你的名得到荣光。阿免。请坐。咱同齐来关心教会事工。咱教会的祈祷会伫本礼拜四9月14开始，时间是每礼拜四暗时7点半到8点半，伫7楼的礼拜堂，邀请中级、同工以及兄弟姊妹同齐来参与。圣经讲，恁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恁。好，过来是咱来看一段影片。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常常感觉，一般教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的祈祷上过少，同时咱对祈祷所带来的改变也真少。有误望。圣经中间讲，恁得袂到，是因为恁无求。
这实在互人感觉无法度想象。上帝听咱的祈祷，伊也答应成全照伊旨意所求的。相对咱的信心实在太少了。另外，牧师也爱大家明白，咱必须要了解，祈祷伫上帝的救赎计划中间，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咱若详细查考使徒行传，咱会发现整个初代教会的扩展，完全是外靠圣神的大权能。什么是促使上帝赐了圣神的关键？就是同心合意的祈祷。随着疫情渐渐控制稳定，咱的实体聚会也陆续展开。咱决定伫9月份的第2礼拜，就是9月14，每礼拜四暗时7点半到8点半，伫7楼礼拜堂举行全教会祈祷会。伫遮牧师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为着国家，为着教会，为着家庭，为着个人来祈祷，愿上帝祝福咱。期待关怀本会红会因姐妹的老爸，就是莫启仁兄弟的长男洪荣福长老哈，伫9月7日安孝主怀，定伫9月16，也就是本礼拜六下晡2点。伫高雄路德教会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为主。吴伯珍讲义所的讲座是伫今仔日中昼伊的讲题是美中对抗下面台湾的理性选择。讲师是真出名的王达瑞教授因为是今仔日中昼假使你若是有登记用餐咱连咪礼拜刷了后休困几分钟，你就入座入座了后，咱会做一个食饭前的祈祷然后才会发餐点请大家注意，假使你若无登记用餐，你会当伫12点半。直接入来参加这个讲座。总备委员会消息有3个课程要伫这个月到后个月来开始第一个是温柔的温度是9月17开课，小组训练10月16开课，然后灵修工作坊。连接信仰及生活的桥，这是10月14要开课。详细的情形，请大家参考周报。即摆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以及做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遮有一对夫妇是雷正义创乡夫妇因是住伫林口的长庚养生村毋知坐伫倒位？伫后壁遮欢迎因是台南东门教会台南东门教会。佮第2位是第3位啦是柯孝武兄弟，坐伫后壁欢迎遮个新来的朋友，毋知咱中间有无介绍到的？美国转来，对。欢迎欢迎遮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会当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日常生活中间保守看顾阮。你就亲像大牧者同款，伫阮的身边甲阮同行。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主啊，伫阮的肢体中间，有人有失去亲人，阮恳求主你使阮祝福。阮用坚定的信心看出
你要互阮永远我的愿望，拭去阮所有的目屎，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阮中间也有心身肉体软弱的，求主亲自安慰保守，也兴起教会兄弟姊妹互相关心，彼此带导。主啊，阮也要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的生活、工作，拢仰望伫主的手中，也求你顾守看顾阮的家庭。求你保守看顾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三甲起立来唱神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连续唱2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密道社温享受切恳。